經過千辛萬苦，好唔容易捉到一隻雞。有冇發覺到呢隻雞好聽話，就好似個貓頭鷹咁樣放住喺度，喐都唔喐啊！OK， 跟住落嚟呢，就要攞入去咁樣噶啦一陣間再分享俾大家啦。OK， 哇從來都未掹過雞毛啊！人哋話一毛不拔，一毛不拔，我依家真係可以拔佢啲毛啦。啱先同大家講錯咗啊！佢呢個雞係攞嗰啲粟米嚟養嘅，唔係嗰啲米啊或者嗰啲糠之類嘅而且仲係食嗰啲山上面嗰啲山蟲同埋野草長大嘅，所以話呢啲雞咧，如果係攞翻去出邊賣，我覺得就好值錢呢啲雞，好啦。大概就到呢度啦，一陣間食嘅時候同大家分享下啦，大家唔好流口水喎。哇，好靚喎呢啲雞啊，非常之唔錯。嗱，先食先食，都睇應該養咗好耐嘅，非常之掂。有興趣可以過嚟組團啦。Hello， 大家好啊，大家節日快樂嚇。嗱，波記咧。趁住又係呢個假期嘅時候，順便帶大家睇啲唔一樣嘅嘢咁我依家去到邊度呢？依家嚟到廣西呢邊啦係一個朋友嘅一個屋企呢邊。係第一個帶大家睇下周圍嘅環境先。我依家喺呢個深山老林入邊，講句難聽啲，可能突然之間有一個猛虎走出嚟將我食咗都唔一定講笑嘅，當然呢啲咁咧，點解要過嚟呢邊同大家分享條片呢？主要咩呢？我個 friend 呢度養咗好多呢啲雞，山雞，俗稱山雞，山上面養嘅雞大家可以睇到，非常之唔錯。呢啲雞真係好好食嘅，一陣間我會同佢買翻一個湯食。然之後同大家分享下究竟有幾好食另外仲有一個咩呢？仲有呢邊佢哋仲種咗好多啲香蕉呢啲香蕉全部喺山入邊養嘅。啱先都帶大家睇咗噶啦OK， 可以見得到呢啲香蕉目前嚟講呢，佢仲未成熟嘅，呢啲係包咗起嚟嘅，呢入邊全部係香蕉啱先問咗成熟期應該要去到過年嗰陣時啦，年底。大概12月份到1月份左右就可以過嚟呢邊摘噶啦到期時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組團過嚟呢邊摘翻啲香蕉，買翻啲雞翻去食下。包括呢邊點解呢邊啲香蕉同埋啲雞好食呢？啱先講啦，第一個喺山上邊養啦，雖然話佢養嘅係餵嗰啲咩呢？大米佢唔係話餵嗰啲飼料啦呢第一個啦。第二個咩呢？第二個就係除咗係餵嗰啲米之外，佢係食呢啲野生嘅山上面嗰啲蟲有可能啲雞可能食到呢啲人參都唔一定嘅喎，變成咗人參雞咁味道會特別唔同啲啦呢啲點解我會同大家分享條片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呢個第一個地方比較特別喺山嘅一個下邊，山凹下邊。第二個環境好啦，空氣好啦，所以話呢邊養出嚟嘅雞啦，包括種出嚟嘅嗰啲香蕉呢，都係特別唔同嘅，特別香，特別甜啲雞呢特別彈牙，特別有雞味，菜有菜味，好鮮甜。我同你講晚黑同大家再分享下一陣間我捉翻隻雞翻去俾大家睇一睇啦，然之後煮出嚟之後大概係點嘅樣嘅，再同大家分享下啦。好啦，咁呢條片就分享到呢度俾大家啦。最後都係嗰句，祝大家假期快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